海十字門呢個民生樓盤終於加推新貨啦，125個方，同你整咗5開間啊，都係朝南。高層嘅話咧，仲可以望到海景、山景以及橫琴金龍島嘅景觀。6米6開間嘅大廈廳，呢個空間感不得了啊！呢邊餐廳位擺個8人台都冇問題，廚房細件套西門子嘅，包括賭台都係交付標準。全屋大真裝交樓，無主燈嘅設計，加埋大金嘅中央空調啊！樓下咧就係十字門、華發商都同埋輕軌站啦。翻到港珠澳關口咧，講緊都係10零分鐘嘅車程，100%嘅上率，冇任何嘅公攤。主人房咧仲係做咗南北通透嘅，中海出品必屬佳品，中意嘅 call 我哋樓。